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出名的在地家食甲饱的自助餐厅香香信记店，那亲像是传出食物中毒，因为有民众食煞了后便腹想要吐，有9个人去通报。台北市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，要求先停业。集团有发出声明，讲会配合调查，厘清原因。顶级的羊排伫咧铁棒顶头增加恰，享平集团旗下食到饱的品牌香，伫台北市信义店对46楼看落去风景真水，煞出现敢若人客食物中毒的情形。这么多好食的料理，互人看到就爱食，抑过有人食了煞身体无爽快。有网友伫社群平台问讲，敢无人伫咧1月初5食蜜蜂信义香，隔当天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形，胃寒、想要吐、头晕、头痛、发烧。腹肚痛佮闹，无想到讲邀其他人回复讲，甲朋友3个人中昼食煞了就吐佮闹，而且哪7组人。卫生局今日接获医院通报，有民众9人于1月5日至知名自助餐信义店用餐后，于1月6日起陆续发生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疑似食品中毒症状，并至医院就医。网络顶真侪人伫咧讨论，台北市卫生局接到报案也派人到现场稽查，因为通报人数超过6个人，卫生局已经要求香信义店停业。稽查了后也发现冰箱的食材无砍挂，壁无清气，要求催查进行改善。卫生局今日前往稽查，查获冰箱食材未覆盖及部分墙面不洁，责令于1月10日前改善完成。其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，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，处6万到2亿元罚锾。养平集团表示，伫初7接到人客通报，初5伫香信义店食饭了身体无爽快，已经调查代志可能的原因，并且是改善卫生局所提点的事项，同时进行人客关怀甲联络。并且自初7暗到初8中昼进行自主查核加全面性清洁消毒的作业。因过互人客讲，因拢有食到干贝、沙西米加青鱼，因为这款干贝实在拢已经无啊，即马伫咧等环境检体结果，上紧伫1-2礼拜了就会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